新竹北埔老街每到星期假日，总会拥进大批的旅客。想要深入了解老街的文化，解说员是最佳的选择。来到北埔，除了逛逛老街和喝客家擂茶外，想知道北埔100年的历史，就得找解说员。提供生态，然后提起的产业，来维护来发展。协进会的解说员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是他们都是一群热心的义工，制作地图、搜集资料，甚至还肩负了教育的工作。居民进行生活品质的提升，韓國客家文化傳承到健身，啲就先嚟韓國客家教育，客家是語言嚟傳承下去。淳朴的老街，古早味的商店。置身其中，只要用心体会，客家风情其实是很美的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新竹报道。庙口戏是早期客家人的休闲娱乐，黄秀满剧团是目前国内硕果仅存的代表之一。戴上帽子，客家演员准备粉墨登场唱大戏。扮演皇帝的演员是黄秀满，从小生长在戏团的他，练就了一身的好功夫，9项18调绝对难不倒他。用18调就做发单、做菜单、阿醋还有用的。黄秀满说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客家大戏的装扮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。修过了有4行亮片你还有4行。有兩岸交流，接去睇到埋嘅服裝用繡嘅，你要着咗那個服飾實多少像品種啊。不過，像這樣傳統的客家劇團，在台灣目前不到10家。為了傳承客家廟口戲，黃秀滿每個星期都會到學校上課，教學生唱大戲，培養客家演員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新竹報道。台北縣丹鳳國小師生推動客語不遺餘力。為了吸引學生的興趣，老師教唱許多客家歌曲。稚氣的臉龐，嬌嫩的嗓音，這群丹鳳國小的小朋友們大聲地唱出客家童謠《八公八婆》。金牛出咪，然後中國金後堂，很快樂。老師說，唱童謠是小朋友學客語的入門方法。推動以後不過呢，我出去啦，嘅後生簽到啦嚇，唔講全部客語添。從發音，再到唱歌，老師說，唱歌不僅能激發小朋友的興趣，同時又可以了解客家人的生活，這樣的教學一舉兩得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